用音乐帮囡仔重新找回自信。这是发生伫新竹县尖石乡真实的故事。2008年，有一群爱唱歌的泰雅族的校长甲老师成立泰雅学堂，甲传统文化、甲音乐艺术教互囡仔，希望为囡仔来开一扇心灵之窗。但是无场所、无资源，10多年来，因搬厝搬过3届，一直到2019年，伫民间团体协助下，甲爬园真久的派出所重新来整理，打造做泰雅希望之家，才总算有一个正式小卡的所在。这群校长甲老师启发囡仔音乐的天分，唱出着因的自信，嘛，互更较侪人听到囡仔美好的歌声。当初只想说，假如这些孩子我们把他找来，对音乐有兴趣啊，我们陪着他学一些音乐，减少他接触坏的习惯的一些机会。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大家想说要不要做啊？那就做吧。那有没有教室？没有教室，那我们就去借吧。只要有琴，然后有孩子，有场地，我们就开始了。迎接拜六的透早，总是会当对这几栋铺设条小石仔厝当中听到音乐声。1、2、3、4，那个胸我要怎么做？胸定好。曾姐几岁？8岁。可是你刚刚起来的动作怎么像80岁的阿公？起来就起来，再。OK， 预备。宽阔的海洋，可以升起的横渡，高山和峻岭可以轻易跨越。漂洋过海，为了分享爱，分享丰富。山顶的囡仔要踏出音乐之路，无这么简单。2008年，一群爱唱歌的泰雅族校长、佮有老师成立泰雅学堂，敢若伫拜六甲以音乐做沟通的桥梁，引导囡仔熟悉母体文化。漂洋过海，为了分享爱，分享丰富，翻山越岭，为了拥抱最小的地球。泰雅学堂的创始爱对尖石乡一位校长池英春开始讲，因为看到部落文化稀微，伊下定决心要对音乐出发，甲泰雅族文化佮有母语，透过音符继续唱落。新竹县尖石乡五峰乡的泰雅族囡仔，自此开始行入音乐世界。为什么会进来？是因为成立这个泰雅学堂的校长徐荣春校长的太太是我的姑姑，然后有一天说要成立一个叫泰雅学堂的团体，他们就说反正你就教合唱嘛，你在五峰国中也在带合唱，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在假日的时候，有时候隔代教养，或是家里的父母亲要工作，没有办法管教他们，所以假日很多他们就会跟着一些青少年啊游晃啊、闲荡啊，有时候行为上就会有一些偏差，或价值观就会改变。那我们当初只想说，假如这些孩子我们把他找来，对音乐有兴趣啊，我们陪着他，至少我们减少他接触一些坏的习惯的一些机会。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那时候泰雅学堂本来是在竹东，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教室，大家想说要不要做啊？那就做吧。那有没有教室？没有教室，那我们就去借吧。一路走来就10几年。一路行过来，团队经费定定无够。不过泰雅学堂犹原坚持，予囡仔唔免烦恼，接受免钱的音乐训练。接囡仔上下课的交通车，因拍拼赚钱，无场地就甲竹东国小借。不管安怎困难，因拢要予部落的囡仔接触音乐。几年之后，竹东国小说，他们学校要校舍改建，校长要去找，
然后就找到中山国小，他们有一些闲置空间，那也不是专业的音乐教室，对，那我们只要有琴，然后有孩子，有场地，我们就开始了。后来中山国小又要校舍改建，然后校长这时候又出动了，然后他又去找了东泰高中。其实我们也很感恩，就是这一路有那么多学校愿意这样子让我们借他们的教室。一路走来，泰雅学堂的成员们一直都是借教室上课，3年来总共搬了3次的家。师生们其实一直都很渴望有一个固定的学习基地，直到了2019年，他们终于找到在新竹坚实国小旁的一处废弃派出所，打造他们的家。经过流浪的日子，11年来实现过1礼拜干那休2天的生活，累计有超过600个学生上过泰雅下堂的课，这毋那像厝同款温暖，嘛互囡仔的心沉醉伫音乐中，阁会当得到知识和力量。你一直重复在吹的时候，老师刚刚有发现到你们在吹的时候，那个脸都好像很痛苦。为什么？吸不到空气吗？有看到吗？微微的，你不要这样。目前下堂有将近20位老师，包括来自多市的退休老师，想要贡献家己力量的大学生，拢上山来做志工。每礼拜拢走这么远，敢若为着要伫60位囡仔心内种下教育的种子，影响生命，活出意义。来这边之后，就你可以学很多乐器，很需要耐心吧。你觉得很好听的时候，你就会很有自信，然后就很想要展现给大家看。不会，因为我很喜欢这里。总之就是全部都很喜欢。喜欢。为什么？因为这边可以让我学很多事情，学乐器。学堂内底大人总是真热情，嘛为学生付出真侪爱。中昼大家嘛做伙食饭，家长嘛是团体当中上好的靠山。陪伴我的孩子的同时，其实我们也陪伴其他的孩子。从新竹市那么一趟过来，其实蛮远的，只是很单纯说哦，那就留下来等我的小孩放学。学堂的老师们其实都很忙碌，他们一来其实就都要上课了，所以我们也就看头看尾啊，帮忙扫扫地啊，然后打饭啊，然后看一些孩子啊，有些孩子会有一些分离焦虑，我们可能就把他单独带出来啊，就安抚。就是一个家庭，学堂是很温暖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小孩子，那大人啊，都能有这个环境，可以互相的学习，也希望他可以保持下去。一本家谱都亲像哆啦 A 梦的任意门，想要去到就会当去到。透过音乐和国际连接，泰雅下堂的海外演唱卡业，包括意大利、德国和中国。无形之中，囡仔对家乡行出去，飞甲搁较悬，搁较远。其实我们早期原住民山上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学到音乐。我早期学琴的时候也是蛮辛苦了，要从山上要骑车子到新竹市的一个乐器行去找人学琴，至少要1个小时多，而且去的时候只有学1个小时。1个小时，然后课程时间到了，我就骑回家。结束音乐课程，泰雅下堂的老师陈浩元变成是伫普佑基金会担任资深学习辅导员，为资源不足家庭的囡仔做课后辅导。后面赶快排好来，排好来。好，脚踩一踩，那个还是要消毒一下。好，上去。好，你也是。报告。来，进教室。快点！好，小朋友请坐好来。那今天我们要上的是英文课。好，有没有小朋友觉得有问题？这一句话，音乐是慰藉。
我也是以前是半工半读出来，正面的一种力量。我们把这一个种子种在孩子的心里面，应该就会很正向的朝他的人生的道路前进，而且学音乐还是很棒。对，没错，很像 G， 对不对 ？G 是不是这样？学堂嘛有练团的机会，乐团的主唱是伊，要升国校啊5年级的林美。夏天的风从哪里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手向前稳定，好，大鼓起来。亲爱的风。音乐很好玩，就去学乐器，还有认识一些朋友。第一次学吉他，然后就学主唱。最喜欢哪一个老师？是爸爸吗？伊的爸爸就是伫泰雅下堂教吉他的老师陈浩源。当初决定要入去泰雅下堂，陈浩源就为家己的囡仔做回报名。希望带因用音符书写青春和坚持。去哪里？快有我来喂鱼了，去哪都可以喂。去哪？林美有4个兄弟姊妹，几个囡仔伫厝内难免的吵吵闹闹，因的快乐方程式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刚生出来的时候，然后他就看他爸爸这样子，有时候我会跑团，有时候跑团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太太会带我的小孩子会到我的工作场所去看我去工作，所以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这样子。就可以成一个团。对对。对啊，以前有聊过这一点，就还没有生那么多的。对，就想说，哎，如果是生男生的话就吉他手，生女生就 keyboard 手，喜欢唱歌的就当主唱。没有啊，这是玩笑话。对啊，可是真的没有想到是小朋友真的有机会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去接触到乐器跟音乐。林美很喜欢音乐，而且他非常喜欢唱歌。那其实他的歌唱有时候是他妈妈指导他怎么样教唱，然后再来他参加过合唱团这样子之后，学校老师教他正确的发音技巧，然后一些音乐的乐理。我们2个会去挖掘一首歌，互动增加。我们可以聊音乐，就是他刚加入乐团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我换教室了嘿？”我说。我心里想说换什么教室？我想说可能是从小小的乌克丽丽到更大的吉他什么。他说不是，我是乐团主唱。我说真的吗？然后他就讲说，他说而且是我说我要参加，不是老师叫我去的。其实学堂对孩子改变最大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生活变得很充实。对他们的学习不再只是学校而已，还有课后音乐才艺。人家就会觉得说原住民就是唱唱跳跳，可是其实我们希望给孩子的是一个重视学习这件事情。有一天孩子一定会长大，音乐对他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支持的力量。我跟我爸妈说，我打死都不想当老师，然后结果我现在在当歌唱老师，还有吉他老师，算是被这边的老师启发吧。看着别人成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动力。最重要的是，你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一点动力去往前，那就是最好的。希望透过文化，希望透过歌谣的传唱，让孩子更认识自己。我会希望他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这个是谁，不是只有知道自己原住民的身份，而是知道，自己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要相信你有不同的面向，你可以很棒。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比较缺乏的是这样的一个自信，
跟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学音乐嘛有品德，囡仔用跳动的音符，甲生命的火点互倒，充满感情，大声唱歌，所唱出来爱和温暖嘛开始伫世界开花。用音乐激发囡仔的自信甲热情，嘛，互美好的泰雅之声传遍全世界。